歡迎大家收聽精油絲打 Talk，Wendy 老師你好。Cindy 老師你好。Wendy 老師啊，你最近咧有冇聽到身邊有好多朋友喺度講佢自己或者係佢啲屋企人經常反覆咁樣感冒呢一個問題啊？嗯，係啊，其實經常聽到啊。最近呢，流感比較盛行嘅季節啦，天氣咧又特別凍，所以咧情況咧係更加明顯嘅。咁我身邊咧有好多朋友或者係屋企人啦，感冒一嚟嘅時候咧就拖好幾個星期，有啲甚至咧一直係拖到出現併發症，其實情況咧係幾嚴重嘅。嗯，所以咧，其實好好咁樣處理感冒呢一件事係好重要嘅。有好多疾病嘅初期，其實都係由一個睇似好普通嘅感冒開始。嗯，冇錯。咁好多時候咧，大家都係想咧先用一啲常規嘅藥物啦，比如係退燒藥啊、止痛藥啊，甚至係抗生素啊咁。好多人咧喺感冒嘅時候咧都係會用嘅。咁其實咧，我哋都知道啦，好多時候咧個效果咧未必係有咁理想嘅。咁 Cindy 老師，你有冇呢一方面嘅經驗呢？嗯，我都有，但係現實咧就係我哋而家嗰個繁忙嘅生活節奏咧，真係唔係每一個人都有時間去調理身體嘅。係啊，咁我知道咧，你有一個好真實，亦都係有代表性嘅親身經歷，不如你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啊，其實咧我自己平時咧都好注重身體健康嘅。喺 Edmonton 呢一度咧，天氣其實就比較凍咯。好多時候咧，我哋一唔小心鏟完雪，翻到屋企咧手凍腳凍，再加上去完一啲好多人嘅地方咧，就真係好容易瀨嘢嘅。係啊。咁有一次咧，我先生就係咁啦，而且咧嗰一次咧嗰個病係嚟得好急，一嚟就已經係又感冒又發燒。嗯，嚟得好急。嗯，冇錯。嗰一日朝早起身嘅時候咧，已經係發覺佢成個人都好唔舒服，咁佢梗係就唔使翻工，但係我要翻工噶嘛。嗯咁所以當時其實咧就已經係開好咗中藥噶啦。咁嗯，大家都知道啦，中藥要煎煮真係好費時噶嘛。咁係。所以咧，我根本係冇時間可以煲到藥俾佢飲。咁我係。當時咧就做咗一個決定，就係先用精油幫佢做一個緊急嘅處理先。嗯。咁 Wendy 老師，如果係你嘅話，又或者係聽眾朋友，你哋第一時間會諗到乜嘢精油呢？嗯，如果係第一時間，我就梗係會諗起安格保衛複方精油啦。冇錯，我都係。咁嗯我咧就即刻啦，馬上喺房間裏面咧就用呢一個 diffuser 咧就加咗8至到10滴嘅呢一個安佳，用嗯15分鐘開、15分鐘停嘅呢一個方式嚟嗯。去擴香。嗯，咁呢個 on and off 嘅方式咧，其實喺芳療界裏邊咧，係被認為咧比較理想嘅一種方法嚟㗎。冇錯冇錯，呢一個咧既可以令到精油分子持續咁樣喺空氣嗰度擴散，亦都唔會令到空氣嗰個飽和度太高嘅。嗯哼。咁當屋企有感冒，有人感冒或者發燒，空氣本身咧就係一個好重要嘅傳播媒介嚟嘅。所以如果我先處理好空氣嘅話咧，我哋就可以爭取盡快穩定屋企裡面嘅嗰個空氣嘅環境。冇錯冇錯。咁我接下落嚟咧，就馬上調咗一個感冒炸彈嘅精油組合。感冒炸彈咧，呢個係芳療界裏邊咧，好多人都喺度用緊嘅，亦都係用得非常之好嘅一個效果。嗯，係啊，Wendy 老師。咁其實咧，呢個組合咧係包括咗有5隻精油。咁嗯佢哋個順序咧，我而家係按住順序嚟去講俾大家聽下。咁佢分別咧就係牛至、oregano、保衛、安佳、乳香、frankincense、檸檬、lemon、薄荷、peppermint。嗯，咁你係將佢哋按照比例咧，咁滴入去呢一個植物膠囊裏邊，然之後俾你先生食㗎，係咪？冇錯，當時因為咧就真係好急，咁佢又發燒啦，咁所以我就係直接用咗呢一個比例咧，就係5、4、3、2、1，即係跟住頭係。先嗰個順序嚇，oregano、嗯。安佳、frankincense、lemon 同埋 peppermint，哦，5、4、3、2、1呢一個比例，咁就係牛至5滴，保衛4滴，乳嗯。香3滴，檸檬2滴，薄荷一係。滴。咁喺呢度咧，一放十共就五滴。係15滴，冇錯。咁我就配咗2 set。
嗯，即係一共30啦，係咪？係，咁每一次咧，其實我今次我就比較進取啲啦。咁我就係每一次係用8滴嘅精油放入去個植物嗯空膠囊，跟嗯住咧我就係用溫水俾佢送服嘅。咁我亦都叮囑佢啦，每4個鐘頭校鬧鐘咧就用一次。係。咁當日咧佢一共係用咗3次，即係 total 24滴嘅精油。哦，咁聽起上嚟咧，真係有啲中西合璧喎吓，咁個效果點啊，Cindy 老師？其實效果係幾明顯嘅。晚嗯，黑咧，我落班翻到去嘅時候咧，佢個精神其實已經係好咗好多噶啦。係咁我喺呢一度咧，想特別講一個重點啦，就係係，精油喺呢一個階段，其實咧就係幫緊免疫系統爭取時間。嗯，冇錯。因為精油咧，佢就唔係單一嘅成分，好似呢一個感冒炸彈嘅配伍裡面啦，每一隻精油本身咧就含有好多種唔同嘅化學成分。你講得好啱啊！因為病毒咧或者係病原體咧，其實好難可以喺短時間裏邊咧對付咁多唔同嘅成分咧，一次過產生呢一個適應性或者係抗性嘅。咁所以精油咧喺急性期咧，往往係可以撐得住、頂得住，俾身體咧唔至於一路咁惡化落去嘅。冇錯，Wendy 老師你解釋得非常之好。其實咧，到晚黑嘅時候咧，我終於都有時間係幫佢煲到啲中藥啦。咁係。我咧就開咗一劑桂枝湯俾佢嘅。哇，桂枝湯咧喺中藥裏邊咧係一條好經典嘅方啦，佢係可以咧係幫助發汗解表啦，幫助身體咧將外邪咧推出嚟嘅。冇錯，我同時咧亦都用咗頭先嘅感冒炸彈裡面每一款嘅精油喺佢成個背脊，尤其是係脊椎兩邊啊，一層一層咁樣幫佢塗抹。嗯嗯嗯，呢一個咧我哋係叫做細胞律動法啦。咁嗰一晚咧，其實正式到佢能夠飲得到中藥嘅時間咧，已經係嗯晚黑8點幾㗎啦。嗯嗯其實喺嗰一日嘅朝早5、6點嘅時候，佢已經開始發病發燒啦嘛。咁嗯嗯，所以其實中間咧係隔咗好大一段時間，真係係靠精靠油精油幫佢撐住，撐住爭爭取取時間。時間。嗯嗯，冇錯，係。咁結果咧，到半夜，其實佢已經退咗燒㗎啦。不哦，過咧，嗱，我強調一下嚇，呢一個案例咧嘅起病係比較急啦。咁嗯同時咧，我亦都係比較了解我先生嘅情況，咁所以咧，我呢一個用法咧就係比較進取。係。咁聽眾朋友，我哋啲油粉們咧喺使用精油嘅時候咧，最好咧都係諮詢專業嘅芳療師、中醫師為上策嘅。係啊，Cindy 老師講得好啱啊！不過咧，有啲聽眾咧，佢可能會諗啦，唔係每一個屋企咧都會有中藥喺度啦，亦都唔係每一個人咧可以即刻就識得開桂枝湯或者係麻黃湯嘅。係，冇錯，所以咧下一集咧，我哋咧會同大家繼續分享，如果喺冇中藥，咁仲有冇一套更加強嘅感冒炸彈嘅方案呢？嗯，好啊，咁我哋下一集咧再同大家詳細分享啊！咁我哋下集下集再見啦，見，係，拜拜拜。拜。